7月唔可以自拍啊！同黑色嘅衫都唔可以着啦。唔好出夜街啊！唔好執錢啊！你以為呢啲都係真嘅？你哋真係知道盂蘭節係點？吓？其實盂蘭節嘅重點唔係要嚇細路，而係源自於目連救母嘅故事。孝順嘅目連唔想見到自己母親喺地獄受苦，佢用盡一切嘅方法救母親脫離苦難。盂蘭節就係要提醒我哋飲水思源，要有孝心，代代相傳，父母恩，勝萬金。盂蘭節除咗講孝道，仲係一種守望相助。以前做苦力嘅潮州同鄉，會喺當時嘅盂蘭盛會，為咗嗰啲無依無靠、嚇死異鄉嘅好兄弟，做施食超度。而時至今日，潮人仲會 keep 住派米。從舊日鄉親嘅互助，到今日義工落手落腳，繼續發揮團結互助嘅精神。盂蘭盛會除咗係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仲係香港嘅百年社會傳統。我哋會用嶄新嘅方法嚟到去保育承傳，俾年輕人認識同埋參與得到呢個獨特嘅文化，一齊 keep 住呢份盂蘭嘅人情味。今年盂蘭文化節有好多新意思嘅活動，除咗可以睇到刺激嘅搶孤比賽，仲有穿梭全港玩限量盂蘭主題卡牌，集齊晒，勁有成功感。仲有我哋演出嘅實景互動劇場《阿女返歸》，喺裏面可以睇到盂蘭文化同我嘅世界。仲唔快啲叫埋一班老友鬼鬼一齊嚟，現場氣氛一定好正㗎！潮人盂蘭盛會係我哋世代相傳嘅民族傳統，除咗紀念祖先，一樣鼓勵大家分享愛心，幫到更多嘅人。7月15咧係莊嚴節，係孝道嘅節日，希望大家咧多啲嚟參加，承傳呢個孝道。具有悠久歷史嘅盂蘭盛會，喺2011年更加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值得下一代繼續去發掘。從2015年舉辦盂蘭文化節起，我哋不斷為傳統加入新意義，等更多年青人用第一身去認識盂蘭節。潮人盂蘭盛會亦係一個值得祈福、博愛包容嘅文化事業，希望有更多年輕人投入傳承盂蘭文化之中。盂蘭文化節今日正式開幕。盂蘭文化節2025聯繫傳統同創新，9月12號至14號，因為朋友嚟摩頓台嘅文化節現場，親身感受盂蘭節嘅真正魅力啦！